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永怀母语是传输华在语言三声道。今日咱来宾有三种身份，是做事人，进过潮啊，嘛是土人师哦。即马嘛是一位爆米香的这个师傅，伊实现一粒米自土到嘴这个过程，伊是阿华师。伊讲5岁了后，毋捌佮讲过台语哦。26岁将这个安全带讲做安全带哦。28岁，伊讲伊分袂清咱甲阮。33岁即回的热天哦，伊决定这世人袂瘾佮讲华语。今日台湾新眼界为文化新台湾，邀请你来看阿华师故事。先得寒人风头，若是佮拄着落雨，真正是寒甲冻骨，嘛影响到阿华师爆米香。因为天气湿淡，爆出来米香就真快回润，有影是看天食饭。不过阿华师嘛趁着和其他朋友开讲机会。白莲，包啊白，下啊菜，青花，有做项无？阿林师讲到菜，听好讲3工3暝，嘛搁一摆讲到金枝煲。其实金枝煲嘛是外来种，啊，来咱台湾已经足久才变做那个在地化。阿华师头一期中英台3声道影片，就是采访阿林师用金枝煲做爆米泡的原料，嘛用伊受农药影响，差不多要绝种，比做华语对母语的迫害。应该讲，少年人伊有迄个认识啦，有这个观念。啊，在阮这60几岁的人，其实要用我哪讲，我厝的就好，囡仔孙无一个会法度顾个台语教因顾甲咱讲，就是安尼啊。足无奈啊是一种敢若观念会改变。啊，我即马人讲，我即马教阿华是讲台语，毋过我即马教我的囝、阮某、我的孙，一句台语就讲袂出。华语会杀害母语，阿华师决心无要搁讲华语咯。是无奈嘛讲到现此时台湾家庭一般的困境，不过好你家在有阿华师来担起这个重担。我感觉若伊安尼看，我感觉伊应该是伫这个部分，伊是真有负担的哦。嘿，伊毋是凊彩讲的安尼，负担就是伊感觉伊需要做啥物物件，迄个伫心内迄款的感动。嘿，像阮讲的负担，阮基督徒阮咧讲的常常有这个感动，嘿，就是一个负担。阿华师甲母语承担打落来，就亲像先得寒人冬天，坐落来会当半魂见日，看见温暖伫遮。一天雨冒较停，阿华师就紧开始摆摊位。甲米倒入去机器烧几分钟久。啊袂呢，我即马等要开始爆呢。了咧准备，就有一群人咧等咧。爱食米香的人客，你着稍等一下哦。来准备哦，爆米香要来爆啊！要爆啊！看这爆米香是有够熟手，不过人是摆甲叉。拿老师傅咧，嘿，安尼要崩啊，变一下，足趣味的。烧。阿华师这个料悄的，米香铺平，大力甲硬过，切落一块一块，人是烧正咧排列。全台湾上好食。囡仔嘛爱食嘛？爱食啊，规家伙仔拢爱食。所以来2工啊。可能超过啊吧，应该是看伊当时开始，我就当时来。阿华师伫新竹清华市场爆米香已经几多年，最近因为网络影片讨论母语，互伊人气更较旺。我是一直看伊面册吼，看到伊录的遐影片，才知哇，这个华师真厉害。
但是伊经甲头嘛正重。因为台语已经渐渐变做外国话，安尼实在是足悲哀。因为推塞母语，坐坐暗暝，阿华西拢困袂落眠。不过嘛，因为阿华西带动，好更较侪人来关注到母语的推塞。今日真欢喜哦，邀请到咱阿华西来咱这边现场。阿华西你好，阿斌啊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哇，其实阿华西哦，甲我有淡薄仔渊源啊吼，咱拢是交通大学毕业的这个学生啊吼。啊，即阵会当伫遮来见面，实在是因为你的台语实在讲得足好的啦吼，尤其咱讲这个祝英台三声道吼，足侪英语，足侪台语，佮有一些四眼强的客家。四眼强的客家话。啊，冻江啊。啊，就是讲用这个祝英台这个方式来推测咱台语、甲母语啦吼，佮英语这等等这部分，上特别传授是啥物？这个意义地互大家咧。就是其实台语已经所有的本土语言啊，台语嘛在来，拢已经特别是去活袂过50档，大家拢叫是台语，即摆也足侪人咧讲的，毋是其实你，毋过其实身躯边问问看看，敢有你身躯边敢有任何一个20岁较减的囡仔是平常时惯势咧讲台语的？啊若无，所以囡仔拢听有台语也袂晓讲。所以来呢，后一年会发生什么代志？就是因无参囡仔讲台语，因的后一年的囡仔就会一个字拢听无。啊，这款情形嘛已经有发生过。我去爆米香的时阵，甲囡仔拍招呼，我敢若讲大家好这3字，听无？都听无啊。嘿，有差不多即摆10岁较减的囡仔，北台湾啊，10岁较减的囡仔听无大家好这3字是啥物意思的囡仔，已经占到90%啊。这样济啊？哦，所以你嘛看到这个现象啦吼，所以这个影片一推测出来。真侪人真有感受啦吼。系啊，其实大家拢佮想着讲家己的母语本土的语言特别死去啊，大家拢会唔甘啦。有影真唔甘。你用这个爆米香的方式，要爆啊哦，互大家先认捌讲吼，这个用这个米香啊吼，这个过程，互大家熟悉讲，过去这爆米香就是咱较早传统社会啊吼。大家拢有印象的，但是你看第一届看爆米香是当时的时阵？哦，迄是伫我28岁迄年过年的时阵，伫我迄当阵大的迄个一个客人庄，我台南部，我看到一个阿伯驶着伊的车来到这个庄头爆米香，迄是我人生头一回看到现场的爆米香。啊，毋过伫迄年还未过了，迄年的秋天强要反寒的时阵，我家己就走去学爆米香啊。反寒的时阵，啊，咱就来试食吼，试食看卖这个爆米香啊。这是什么口味啊？我会记得是豆油的口味啦，因为我放了规大包，我嘛袂记得倒一包倒一包。所以我就食看卖，食看卖吼，大喙甲大食落去。有对，豆油包唔对。真正是豆油的芳气，那个碟，所以这要敲麦芽糖，敲豆油掺落去。米香先另外崩出来，啊，一开始崩出来一散散，啊，就另外一个鼎，起一个鼎啊，内底馅麦芽糕、砂糖啊、料啊、土豆油，台湾原本土的土豆油，啊，豆油嘛共款安尼落，啊，馅甲一个火候，就是讲水分啊，甲煮较焦咧，料啊较熟较焦咧，啊，则倒落去掺迄个崩出来米香做伙悄悄咧，下入去煲仔内底，啊个叫做冷乎平，冷乎平料啊凉，料啊定，再来切。再来切，所以才有2项工具啦吼，是咱爆米香需要用到的。这个敲的这个部分啦，对吧？这2个是摕来敲的。变怎办啊？真正是好食的，这豆油芳气真正真好。敲的这个过程有啥物美感无？敲的时阵就是一骹拖。一卡卡汤较大卡嘛，啊米香在内底，啊糖果嘛倒落，安尼敲，啊我家己敲就是两支手啊同齐出力，然后我大家拢惯是用正手嘛，其实我嘛是，啊倒手嘛就用两支手啊互相安尼配合，哪敲哪洗，哪敲哪洗，安尼才会交稳。是，所以尾啊，还佫用这个传统的刀啊，晓？这刀啊有啥物美感伫咧？这刀啊无啥物美感，就是大家足罕你看到这款形体的刀啊，这是。伫台湾敢若做2款物件，才会用到这种刀啊，就是做一个就是爆米香，另外一个土豆糖。哦。若毋是做这款点心的人，就袂用到这款形体的刀啊。所以这个口味，咱讲是这个豆油的口味啦。啊，其实。嘿啊，这个就像日本人咧食的鲜贝。哦，有影。鲜贝这个口感、口味啦吼。啊，其实咱讲的爆米香，
你的第一个用祝英台三声道的爆米香，金枝泡，嘿，这个口味是要用到过去咱做食人用到这个除草剂啦吼，用过头，尾啊，你嘛是用到这个概念来讲，咱华语用伤济啊，煞袂记得咱的母语。对啊，其实就是安尼。你甲想讲一个，伫阮阿嬷出世的时阵，规台湾无人听有的语言，为什么今仔日会变做一个大家上界惯势去使用的语言？这内底发生足多代志啊。当然，你即摆讲华语有啥物好处，啥物好拄啥物好啦。讲出去外口赚人民票啦，迄当然嘛是有伊的好处。亲像杀草剂嘛是有伊的好处，你甲钻落，你拢毋免家己去。唔免家己，你杀草剂，你甲钻落，你都唔免家己去烤草，那拢有足侪好处。啊，毋过用了伤多，一定会造成一寡物件就安尼消失去。那杀草剂钻来，足侪咱传统的药草，亲像阿林哥讲的迄个金针泡，啊，即马就足罕伫找啊。啊，咱华语讲了伤多，本土的语言。台语、本论、棒炸、台语、客语，一个拢要死了啊。真正有影啦吼，所以。咱讲这个影片一推出，咱讲有感受以外，是真侪人真正有去思考过吗？有人讲你的台语是安怎讲遐认同，你的心内其实是有真大的这个感受伫啦吼。哎呀，因为我是自去年的这时阵才开始学，想要学台语文，开始学一个台语字安怎写，是。去年这时阵，我甚至也未开始想讲我要安怎学讲台语这样代。迄当中我敢若是感觉讲，台语竟然有字通写足趣味，我想要学安怎写台文。真正开始讲台语讲有讲了进步，迄就是今年7月休纸的时阵，我决定我这世人拢袂去讲华语，一个字拢袂甲讲哦。袂晓得查字典，袂晓得查字典。自迄当阵开始，我的台语就是5倍的进步。但是去年的这时阵，你当着我阿明，你当着我无法度甲你讲台语讲超过3分钟。所以迄当阵有这个觉醒了后，甲这个学台语有啥物撇步无？你讲学台语有啥物撇步？就是甲一寡这个观众朋友想要学的啦吼。其实头一项罗马字你一定要先会晓，因为无罗马字袂晓，你无材料查字典，无材料查字典，你是要安怎学一个语言？除非讲恁厝邻是大人拢也足愿意甲你讲的，互你有一个足好的环境。毋过若是有你这个环境，你哪会需要学台语？其实你就生活中就用。嘿，你生活中就使用，你就既然你是有想到讲你有需要要用，你家己有想要学，你有需要来学台语的人，安尼就是因为你厝邻其实已经无迄个环境。无迄个环境，你就一定爱家己查字典，所以头一项罗马字一定爱会晓。亲像我拢甲你讲，你较早读册的时阵，国中、高中的时阵，你用啥物方法去学英语？你即马都要用同款的方法来学台语。然后我家己传一本谱啊，内底像啥物袂晓的字，头一遍听到的句，原来这是安怎讲，原来这是安尼讲较有台语气，拢甲写落来，亲像你较早咧背英语的单字同款，安尼甲背起来。所以语言嘛是学出来啦吼，你讲台语啦吼，是安怎是过去5岁了后都毋捌讲过，是环境吗？还是讲其实会使学，但是无甲捡起来？就是因为阮这样的爸母，因就是，亲像阮厝邻做工厂的做工人，因无特别想讲语言文化爱安怎来保存的问题，无咧想啊，因就是一个观念，就是讲，囡仔去学校读册啊，大家拢讲华语，安尼，咱是毋是着爱配合囡仔来讲华语，互因尾啊读册路会较顺，然后考到一个较好的大学，去学校袂去互笑。伊个想法足单纯的，伫咱这样的。爸母来讲，因足普遍的，大家拢是安尼想啊。伊就从细汉无甲囡仔讲，无甲囡仔讲台语啊。爸母朋友家己开讲拢是讲台语啊。我头看到囡仔就吃饭了没？安尼，这造成讲这样的囡仔已经变做台语会晓听袂晓讲啊。阿嬷不爱掺爸母讲台语，造成爸母会晓听袂晓讲，安尼。搁第三个，因的孙会变做啥物款？就一个字拢听无。就是我拄则讲的，我去爆米香的时阵，当着连大家好这3字拢听无的囡仔。是，所以即阵嘛有一个议题啦吼，有人讲，这个母语请你等于处理学，但是处理都无这个环境啊。你影片内底嘛讲到这个现象。对，因为足侪人咧嫌讲伫台语伫学校教啊，学校老师学白教是啥物？问题毋是讲伫学校教到底是。好啊是唔好，问题是咱已经无别项通景啊，因为足侪人伫台语伫厝里已经无材料教，因为因的阿爸阿母家己拢袂晓讲啊。是啦，这个问题嘛是真严重吼，嘛是
你若这个语言直接消失落去，像你讲的50年了后，这个住在疗养院的，对啊。讲这个台语的，可能是我敢若会晓讲。我台语讲袂认真，你来甲想啦，因为咱照咱的社会即马安尼行落去，台语一言一言愈来愈少年的人，台语一定是愈来愈老，愈来愈后，对无？安尼即马20外岁即阵人，50年后，因是规台湾上高讲台语的人呢。20外岁的少年家，你即马去街头凊彩找一个少年家问讲，你敢有才调用台语教讲你今仔日早起顿食啥？讲袂出来。是。啊，50年后伊是上我讲的人，就是代表。温室的啊，大家就是温室啊，温室无活啊。所以这阿华西啦，借着这影片提醒大家哦，咱母语的这个消息是真紧吼，50年后真正是可能真正无人会晓讲啦吼。啊，其实讲咧拍影片，你有想啦，迄当阵投入去想要用这个影片的方式来传送咧，这个概念。去年我开始想要拍片的时阵，我并无特别想本土语言的问题，我就想讲，我会晓做爆米香，啊，不如就用这个爆米香。来带大家去认捌台湾一寡地方的故事，有啥物无共款的在地特产。我一开始的想法是安尼，你看头前2集抑搁咧讲华语的时阵，我就其实并无特别想啥，我就是来今仔来到南庄，咱找一个在地特产，啊，敢是桂花，敢是啊，毋是有一个啥物故事，啊，去到台南，咱就来做一个沙巴鱼的爆米香。所以当阵无想遐济啦，但是当阵无想遐济。但是即阵咱做落去啊，其实有人甲你斗3工吼，迄个人是啥人？你讲倒一部分？就是你的这个哈。对啦，阮斗阵的，阮女朋友有都拢有甲我斗3工。伊帮站上济所在是倒位啊？就是我咧翕的时阵，甲我换迄个摄影机啊。卡梅拉，甲我斗翕，因为较早。伊较早读册的时阵，伫台就是摄影社的人嘛，伊对影像安怎翕较水，伊比我较有感觉，较有一个眼光安尼。所以你想到这个 idea 然后想到这个创意的这个部分，对着这个议题啊，伊就负责帮你摄影。吼，2个人斗3工啊，推销着这影片。影片的部分，咱等下继续来讲。咱即摆要先带来大家来看讲哦，其实做一个自这个种稻啊开始。啊，甲即个土人安怎去操作，啊尾啊爆米香，其实咱讲的自土甲即个喙脣吼，一粒米自土甲喙脣一个过程吼，先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者。对啦，就是这位，够啊。我即马就住伫遮。坐阿华山的车来到新德县峨眉乡伊细厝的所在，来看伊是安怎生活的。过去阿华西甲客家老师傅学做土人，嘛伫家己厝后打造一间土人工作室。大棵的茶，大枝的茶，你要安怎甲斗做伙？就古早较无咧用钉啊，时阵都是插榫，啊插榫就要用着插刀，甲插一空，啊另外一边嘛搭，你甲写做一个，对。人讲你讲迄啥物有空无榫，就你用插先插一空，啊就有一个形体出来，啊另外迄边你搁甲写做同款迄个形体，安尼斗入去一堆栽一堆麻。精心磨刀，做好万项准备。过去种过稻啊，嘛用土人炼米，再个爆米香，真正实现一粒米自土到喙脣的过程。若是会当家己做的物件，阿华西拢会想尽办法，家己试看嘛咧，连种菜嘛是共款。就厝边一地啊地，啊我就加减种一点仔菜家己食。这无算是农民啦，种家己食的尔。家己食吼。这个马铃薯担种落，这个高丽菜安尼。一个朋友甲我讲一句讲，伫开始种菜、开始做菜园啊进前，伊无相信这世间有任何所在是狗甲囡仔无应该入来。其实菜园啊就是，你看我担种落的马铃薯，我甲狗挖出来。来到菜园啊，会当看到阿华西和女朋友的形影。袂掉。虫在米里倒，都看到有空，啊哪会沙无虫？所以恁平常是就2个安尼做伙检查菜。照讲是安尼啦，伊做滚拢做办单。还有啊。我刚应该都无去。无去。
无去，哦，一只。甲杀起。对啊，你有看那狗空，一定是才有虫，啊，毋知米伫倒。那一寡虫足干的，就米伫叶啊芳，互你找无安尼，一直扔入去，一直扔入去。啊，尾啊，你规粒高丽菜一空安尼揪入去。嘿啊，就规空的。嘿啊。两个人欢欢喜喜做伙过生活，女朋友也是翕网络影片的大摄影师。1、2、3、4、5、6、7。Welcome to 阿华西 the Chinese proprietor who refuses Mandarin。大家好，欢迎来到祝英台的三声道凤梨芳。踮遮你会听到足侪英语、足侪台语，还有一滴滴的四眼强嘅客家话，安尼叫做祝英台的三声道。互相帮忙，互相照顾，讲到两个人是安怎会交往，嘛介趣味。就是第一去听伊演讲，啊，迄个时阵是感觉伊演讲的主题，咱想做兴趣安尼，嘿，就去听看卖。啊，结果伊就讲，敢有人要甲伊做伙去环岛，嘿，啊，我就举手讲我嘛要去，嘿，我是感觉这种生活比住伫都市较好，较自由，嘿，啊免脚步免遐紧。阿华西和女朋友简单朴实，用因的方式实实在在地过日子。古早一句话讲：得顿插起，食切放米，互你要一项物件，啊，就是咧讲土人。土人哦。想要保留一寡台湾古早的文化，因为其实安尼讲，若是恁的家族来到台湾已经超过100年，我会使甲你保证，讲恁兜的祖公嘛，绝对嘛是土人下出来的米来饲大汉的。不一样啦吼。嘿啊。英怀母语是传书，华在语言三声道，今日要继续来请教咱的阿华西哦。你即马手提这些物件？这只叫做土人钉啊，这是咧，这是咧做一个古早的农具或者土人的时阵，才会用到的一个技师，别度拢完全无咧用，捌的人一看就知影你是做土人的，才会摕这支。所以做土人，你是甲倒位大师来学习的？头个开始就是甲客人庄内底一个老师傅，两当前过身去啊，姓林的老师傅做这个土人，啊，佮有另外一个师傅住伫阿里山内底，或者太和川。做土人吼，咱讲是传统社会这个米啊，爱甲伊这个脱壳。古早一句话讲：得顿插起，食切放米，互你要一项物件，啊，就是咧讲土人。土人哦，搁一届。得顿插起，食切放米。哦，都食切，啊放米出来吼，就是土人啦吼。所以土人咧做已经失传啊，因为咱即马讲这个科技啦吼进步，真侪这个较传统物件拢失去啊。所以你当阵是安那要想要学这个？就是想要保留一寡台湾古早的文化，因为其实安尼讲，若是恁的家族来到台湾已经超过100年，我会使甲你保证，讲恁兜的祖公嘛，绝对嘛是土人下出来的米来饲大汉的。不一样啦吼。嘿啊，啊毋过你去问即摆的囡仔讲，恁兜的祖公嘛拢是用即个物件下切下米才有通食饭，啊毋过无任何一个囡仔拢毋捌听过这土人到底是啥物物件，所以讲。唔知影家己的根伫倒位啊，才需要咱来做一寡文化的保存啊。若无你去到，你即摆去到世界外口，甲人讲，我是台湾人，啊，毋过台湾人到底是啥？你凭啥物讲你是台湾人？你对台湾的文化，你对你的根认捌到倒位？我即摆咧想台语嘛是这个问题，就是50年后，咱会变做一个无台语的台湾。啊，甲本土语言拢抽掉，本土语言拢死了，安尼台湾人到底是啥物意思？嘛无文化去啊吼。咱讲这个土人迄当阵，你去学的时阵，较艰苦的所在是倒位啊？就是因为土人是用土做的嘛。你若是譬如讲，亲像做木啊，做木啊就是寸树，你用树去量，你偌长、偌宽、偌悬，你量会出来，你就知影安怎做。毋过用土做的物件，伊困难就是伫讲伊的淡度、湿度是足要紧的。毋过即个湿度无任何的
加湿通好，互你去量，互你去磅，讲即个湿度到底是偌湿。你迄个老师傅伊就是讲，伊骂一把土安尼就要定一下，哦，这伤淡。啊，另外佫骂一把土，佫定一下，这无够淡。我两个甲骂，拢共款啊，我感觉拢共款啊。所以当阵就是即个安怎去甲摘吼，较困难对你来讲。啊，所以做了嘛有小可有心得出来嘛。做会出来啦，毋过无可能亲像老师傅做遐尼水，因为古早就是一小件的，因为规世人拢咧做迄落物件，啊，迄就是一世人做千外吨的土人，啊，我甲当我一年做一吨，甲当才6吨尔咧。6吨嘛是，有人讲即个人的传人啊吼，你嘛是即个传人伫啦吼。就是会晓做啦，做会出来啊，做了无水安尼。做了无水哦。但是我讲台语嘛是安尼，我台语也晓讲啊，我感觉我台语讲了无水啊。无要紧，咱豆豆学啦吼。啊，其实咱讲到即个土人进前一粒米安怎种的，你嘛有经过即个过程。嘿啊，就是人讲为着要食牛奶，去家己去饲一只牛，差不多即个意思。就是讲，迄当阵学土人啊，我会晓做啊，做头一顿做出来，我就想讲，安尼我做出来土人，我是毋是爱互伊继续来长势，继续来捧，互伊用伊。上头起先去用发明迄个目的，互伊就是互伊继续下切。啊，安尼若无你做出来，就哪像放伫咧博物馆内底一个标本，安尼无意无事。我就想讲好，安尼咱要来用土人来下切，啊切对倒来，啊无咱家己来种好。家己来种进前爱先去拔田，去碎田，这个过程爱先甲人计接吧吼。对，就是参在地一寡老伙仔人，其实迄阵足侪人的家己的田拢无咧做啊，拢休耕啊，拍园差不多共意思啊。休耕是有钱的，拍园是无钱的。啊，就是讲，无恁兜的田来借阮做，安尼好无？迄当阵呢，所以看因计接的过程，因一水印好吗？当然嘛毋是，因为想讲，一个。你嘛毋是客人，毋是阮遮的人，啊走来阮的庄头，啊雄都讲，走去学土人，学咧又搁走来阮遮要做田，到底是咧创啥？因为家己发明一个故事来解说，讲是安怎一个大学生要走来庄骹所在做田，人拢团干若像有一回事，迄个大学生啊，就是迄个客家委员会有互伊偌济钱的补助安尼，我拢无摕到钱啊，要来讨西的意思呀？因家己会生一个故事出来，团干若像足有影的。所以尾安怎去甲解说讲啊，真正我要来真正展现我的决心。无解说啊，我嘛办段解说。做田的部分就是做互因看啦，因想讲你毋是，那想讲你毋是要来耍的，是有影想要做的，因就会教你做。所以迄当阵第一期啦吼，第一档的第一期。布条啊。布条啊，较艰苦的所在伫倒位？还是拢一开始就。毋知是足有戆胆的，还是讲安怎？咱想讲要做古早的方法，好，咱就来做上古早的，咱家己来布，用手工来布，啊，无用机器，布甲腰骨强要长去安尼。啊，拢布车的呀？敢有？头开始密擦，安尼，佮变个足人的。布甲人去，啊，收成好无？收成运也是袂歹啦，迄几运也是袂歹啊，天公伯有照顾啊，而且又搁讲迄个休耕足久的田，迄个肥较有啦。所以安尼米好卖无？无，米是全世界上好卖的农产品啊，因为规台湾拢咧种米是上介简单的代志。然后你甲你竞争的人伤过济，米就无好卖啊。无好销啊吼，所以遮尔济米，到尾拢倒去。买啊，我有一寡捐出去啦，那实在卖出去就捐出去。其实咱咧讲吼，做这个一粒米吼，做这个土甲这个喙这个过程，你拢实现啊。啊，其实咱讲过去，你嘛知影，咱嘛知影，你较早咱读的是这个交通大学啦吼。光电系，甲观众朋友小解一下，这个系会当出头是做啥物？大家拢去倒位做？就亲像你即摆看的电视，无定嘛是这个荧幕啦，荧幕用液晶来做的，这就是光电系咧做的工课。啊，有的人侪拢去这个新竹科学园区来去上班啦吼。我大学时阵的同学即摆拢差不多拢伫科学园区内底啊。但是你选择无要行这条路。因赚的钱差不多一档一个5、6倍啊。所以迄当初的想法是啥？是安怎决定要讲啊，行来咱就做实安尼？我其实无足认真甲想过嘛，毋是少有一个决心讲要去选择一条啥物路，无我的人生是安尼行。我拢
我拢甲人讲，我的人生毋是加法是减法，就是讲我知影，比如讲高中考大学的时阵，我知影我无想要做医生，就莫去经医学系。就经来第二类的，就行来工电车嘛。行来工电车毕业了后，我想讲，我也是毋知影我要创啥，我知影我即马无想要读研究所，无想要去上班，我就先走去澳洲踅咧看看咧。是。澳洲回来了后，也是毋知影我要创啥，拄好朋友甲我招讲，你敢会记哩阮办活动办营队的时阵，熟悉迄个老岁仔人会晓做土人的，无你来甲学好无？我想讲，敢若嘛趣味，无来学看卖。是。其实这一切拢毋是讲我家己足有一个决心，才来去行，才来去行。我人生毋是安尼。所以人生自减法开始，行到遮，应该是袂后悔啦吼。行到遮，即阵看足济嘛是感觉。无啥物好后悔的啦，就是讲，尤其是。差不多这半冬来，我开始推萨甲无语有关系的运动，我就感觉讲，无定较早发生的代志，其实有伊的道理，就是爱互我行过我的代志，学会晓做物件，才互我徛伫今仔日这个位有才调，出一寡力来保护本土的母语。因为怎样？那毋是讲我去过澳洲，英语有练着，那毋是因为我讲我大学毕业了，毋知要创啥，走去澳洲啊，迄落。英语就有练着，英语一项为着要学土人去带客人庄学着客语，实验强的，实验强的较加分。这就是我头先学的时阵，我拢唔知影原来这个语言今仔日对我竟然有好处。这会变做你今仔日听到的三声都有英语、有客语、有台语啊。是，嘛是一个使命啦吼。甲打来啊，自这个影片推出起来，人看到知影你咧做这项代志啊。使命哦，你是讲我是毋是为着使命感来去做这项代志？毋是，就是讲做到即阵来啊。吼，即阵大家拢真关注你咧做这项代志啊。渐渐这个使命感会藏伫家己这个心上。你若讲即马我会感觉我是讲我徛伫一个大家看会到的所在，因为大家感觉足稀罕的。那有人台语也晓讲，英语也晓讲，客语也晓讲啊，就感觉足稀罕的会来听我讲话，就变做我徛伫一个适合的角度，会使去甲大家讲一寡会甲学台语有关系的资讯啊，还是讲咱是毋是同齐来推测一个甲台语有关系的政策？那是即马我感觉，因为我已经徛伫即个适合的角度，我就有这个责任要去做一寡代志啊。毋过头起先开始做的时阵，完全无料想着讲代志会变较安尼。所以咱咧讲吼，其实即个人咧行的路，其实拢袂白行吼。头拄你嘛讲着去即个澳洲的即个经验啦吼，到尾啊去即个客人庄，即个学着客语啦吼，尾啊你认捌着即个语言重要，你搁重新认捌着台语一届。即个人生的路真正是无白行啦吼。你讲即个澳洲的时阵，其实嘛看到因遐一寡。互咱即个会当学习的即个所在啦吼，到底是啥物？就是澳洲是一个历史足短的国家，若是以台湾人的眼光来看，澳洲的有文字的历史自因的欧洲人去到澳洲，因才有文字的历史，甲单才200吨尔，200吨外底，咱鹿港的天后宫有400吨的，比搁较老一倍啊。毋过你著去到澳洲想讲200吨的物件，就会使变做世界文化遗产。安尼，咱台湾袂前卖到300-400吨，遮尔宝贵、遮尔水、遮尔老的文化，是安怎咱无甲保留落来？你就感觉，人迄无啥物的物件，人特别起一个遮大的文化园区、遮大的博物馆，甲全世界游客拢讲，你来看，咱澳洲人的文化就是伫遮，就是有了遮的物件，才互咱澳洲囡仔会使大声讲，咱是澳洲囡仔。台湾咧，一寡咱家己较宝贵的文化，拢拍远去，拢无咧学着上界基本的语言，足侪父母拢讲台语毋免学。甲台语抽掉，台湾人还阁存啥？是啊。所以咱咧讲吼，即个伫澳洲看到的经验啦吼，若要推测到咱即个台湾，咱阁会使做啥物咧？你用想讲咱刷落来阁会使做啥物？是。就是我一路来做的代志，我拢想讲是文化的保存，咱就做土人，这嘛是古早下米农村的文化若是以母语的运动来讲，我感觉刷落来这一步，上界重要的观念就是爱甲台湾社会大众对本土语言的想法，爱甲规个变过来。因为较早咱拢想讲本土语言较怂，无效、无路用。
啊，事实上完全毋是安尼啦，这拢是有心人特别做出来要互你相信的白贼话，根本就毋是安尼。所以头一步上较重要，就是爱甲大家即个刻板的印象甲变过来，而且爱互大家知影讲，有影本土语言拢是要死了了，这是已经确定的事实，唔免变啊，就是要死啊。咱的政策若无一个革命性的大改，50年后所有的本土语言拢会死了了，这是已经确定的代志，这是上。头一个工课就是要甲这件代志讲，互大家讲，台语要死啊，是已经确定的台语要死啊，无通争啦，唔免争，台语就是要死啊。所以这团结使命感吼，自然开始啦吼。所以咱要继续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吼，推广台语这阿华赛哦，其实有这个步数，咱先做伙来看。口语行行，喙齿医生行行，我真的无想要看到伊。用母语讲故事，互囡仔听，囡仔是听甲笑嗨嗨。伫新竹有一场家长为着卖互母语当紧，偷偷地拍拼，嘛招阿华西做伙来帮衬。进前阮讲故事的场所就是伊的爆米香头前安尼，嘿，啊，所以伊就讲啊，恁来遮讲故事真好安尼，因为我淡薄爆米香，我会当听恁讲故事安尼，啊，就安尼慢慢啊熟悉啊，嘛是真欢喜，就是伊会当加入阮即个推广母语的一个队伍内面安尼。伊是阮的干事啦，嘿，啊，所以就是大家伫新竹即个所在有一个平台，啊，大家当做伙来做台语的工课安尼。就感觉即阵妈妈足有心的啊，按最近就成立即个新竹市母语推广协会，嘛有招我就有加入，就是讲新竹市即个新竹关参新竹市斗起来几10万的人口，竟然讲有心要教囡仔讲台语的爸爸妈妈，竟然就是就是安尼几10个人尔，算起来实在讲是足少的啦，而且甚至讲客话的、甲讲台语的，伊无法度人数无通济，甲互因一边一个社团，拢爱甲做同一个社团，实在是。有即个意识的人，甲当也算是伤过少啦，加来甲因斗战声一个。阮主要就是推广对囡仔讲台语啊，大人的部分你就是爱学读写呢，啊，互制造一个更加友善啊，甚至讲互囡仔有即个台语耳仔的环境的即种所在。爸爸妈妈用母语甲囡仔沟通，增加因的母语耳。阿华，我招一群人用台语做开讲会。阿华西就想讲，伊想要伫新竹办一个开讲会，就逐礼拜朋友招会当做伙食暗顿，就会当练习讲台语安尼。即摆少年家拢共款拄着即个问题，讲阮想要讲台语，毋过阮身躯边无人会晓讲台语。如果阮就几个有即款需求、一款困扰的少年朋友，咱就招做伙做一阵安尼。其实啥物拢会讲哩，讲本所话啊，啦无倒一个老师足讨厌的啊，倒一个台语字袂晓讲啊，用暗顿食啥？其实就是任何你用华语平常时会讲的代志，我拢提出来讲啊，就是安尼尔。台语是摕来生活语言，有阿华西和济关心母语的人共心咧做。未来台语的复兴路虽然遥有艰难，有真侪目标等待咱去完成，但是已经有人咧做，咱就爱对付认真。因怀母语是传输华在语言三声道，继续要来请教咱的阿华西啦。听讲你过去是咱交通大学这个合唱团，对啊，有声合唱团吼。迄当阵上届有印象的这个歌是什么歌？上较有印象应该是有一个音乐剧啦，双面的医生 Jekyll and Hyde， 内底有一条较老一个歌叫做《Facade》。要唱观众朋友听无？那敢即马唱？是。还是要简单来唱。我拄则练的毋是这条。你拄则练毋是这条，无要紧，咱等下拢互观众朋友做伙听啦。其实咱要讲，你伫这个交通大学，其实你讲较早拢咧算游戏啦吼。
游戏较济 online game。 online game 是安那？迄当阵拢无即个语言的学生，迄当阵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嘿啊，尔嘛。无什物想法啊！我著读大学的时阵，迄种魔兽世界拄则穿起来，拍到拢无去上课，就是迄个工程数学叫老师断掉。但是咱看到你即阵专心做一项代志啦吼，就是讲要互少年辈一个建议啦吼，专心做一项代志，你佫有啥物建议互因呢？唉，我想我可能毋是一个适合的人来互因一个啥物建议，就是伫我当着迄件我有影足挂心的代志进前，我嘛无想着讲我人生会变作安尼，因为即摆较早是人甲你讲，这是你的工课哦，你爱去做哦，啊，你足毋甘愿的来去做，毋过我拄着是讲我有影想讲啊，即件代志我无做，别人嘛袂做，而且我无做我会足艰苦的，咱就是来讲本土语言来守护咱的母语这个代志，就会变做我家己无食无困，我嘛是要去做啊。毋过咱看到真侪影片啦吼，真正看到你的即个欢乐伫咧，尤其咱看到即个影片内底，你讲到一个唱歌的人也好啦，即个演戏的人也好啊，面对伊嘛是有一寡建议伫咧。嘿，毋是讲建议啊，因为即摆规个少年人的大环境，就是少年人已经拢无咧讲任何本土的语言啦。因甲台语当做一个表演的时阵使用的语言，因摕来写歌、摕来唱歌，毋过因无咧唱歌的时阵，因日常的生活是100%拢讲华语，无咧讲台语，安尼就会变做我家己家发明一个新的词、新的旧的词、新的用法。我讲即款的台语叫做隐士台语。隐士 zombie 啊吼。zombie 隐士台语就是讲，隐士就是已经死去的人，伊的身躯还袂烂，安尼叫做隐士啦。我就认为讲，即款少年家，伊的生命还佫足长的，伊还佫有50-60当通活，毋过伊已经无咧讲台语啊。这个代表讲，伫台语的世界内底，这个人就是一个隐士，伊袂大汉，袂进步，已经无生命啊。所以伊提出来写歌，迄个台语永远就是停伫幼稚园的程度。有影啦吼。虽然讲这个台语的现代化啦吼，还是讲真正台语会当用伫日常生活是非常的重要，对无？对啊。所以说落来。若是咱头讲到步数的部分，你即阵有这个3步啦吼，有分这个短期、中期、长期，先甲观众朋友小解。你是讲我要拍的3期影片，还是讲未来长的目标？目标先甲观众朋友先甲小解者。目标哦，这有影足久长啊！我实在讲，我毋知我目睭刻进前做会到无？我短期的目标，我认为较做会到的，就是，头一个爱先。先爱争取讲考大学的试卷，爱开放，全部拢用本土语言来考的试卷。因为即摆的做法，咱是甲母语、甲本土语言当做一个科目。毋过其实这是足毋对的代志。你看香港人安怎讲因的广东话，伊就是。伊其实并无特别教，毋过因所有的科目拢用广东话来上课。因讲数学、讲电脑、讲生物、讲化学，完全拢用因的母语本土语言来讲。安尼，你有咧用较赢，有咧教，这是一个广东的朋友甲我讲，我认为足有道理的。你小比安尼来比起来，你甲台语当做一门课来上，不如讲咱来研究安怎使用台语来教生物、教数学、教物理、教所有的科目。安尼教起来，未来咱考大学的时阵，上无咱伫华语的试卷以外，咱也佫有台语的试卷、客家话的试卷。这试卷基本上拢是完全共款的题目，无共款的语言。除了讲国文科无共啊，国文科就是随人考随人的。而且这代表你要用台文、用客文来写你的作文，这是足困难的代志。即马全台湾有这款才调人，差不多1/1000尔。是啦，比原住民的人数佫较少。安尼是毋是？亲像咱这款会晓写台文的人是稀有的动物，爱好我来保护，爱好我来加分。有影啦吼。是，这是第一期这个部分。第一期的目标，我认为大学的试卷应该爱有本土语言的试卷来考，而且爱加分，而且这个加偌济分，毋是固定的。爱参政府应该逐冬来去调查，讲即马全国的小学生有偌济人会晓讲即个本土语言。譬如讲调查讲，即马会晓讲客话小朋友愈来愈少，安尼就代表啥物？代表你另外一边都要压悬起来。今年用
课文试卷来考大学的学生啊，伊得到的加分就爱愈来愈多。是。啊，若是讲咱保护本土语言的这政策拢有效，即马小学生会晓讲台语的人愈来愈悬啊，愈来愈侪啊，安尼你另外一边就会使降落来，用台语文来考大学的人，伊得到的加分就唔免遐尔啊侪，就会使降落来。所以我写一个4句啊，我有甲讲，本土语言考学校动态加分框卡桥，框卡桥就是安尼。本土语言考学校动态加分框卡桥，客卷加分爱较高，随人来考拢有效。因为客卷加分爱较高，因为即马客话比台语更加危险，我认为互伊加较侪加分，这是合理啦。啊，过来就是随人来考拢有效，就是本土语言的试卷伊无认血统，敢若认语言，就是就准你是战后中国移民的外省啊来到台湾，吼，你想你足有心的想要学一个本土语言，加分共款嘛加互你。所以这个无认血统啦吼，你若讲像咱你会晓讲这个客语，但是你过去毋是这个客人，对，但是你会晓用这个语言，你就是掌握一个优势点吼，所以这是嘛是咱第一期这个目标，啊中长期咧吼。中期、长期就是我认为所有的代志拢应该改用本土语言来做，咱未来要有本土语言的法院、法官、检察官用完全本土语言来拍官司，啊，完全本土语言的病院，因为像你即马，咱医学院内底有一门课叫做医用台语啊。大家拢讲讲，这个医用台语袂歹，因为少年医生袂晓讲台语，啊，佮参伊来看病，阿公阿妈无在沟通。不过我听到医用台语这门课，我感觉足悲哀的。有影。为什么台湾人教出来医生竟然甲台湾的阿公阿妈看病的时阵，会需要翻译，需要特别去学这个语言？因为其实伫100当前的规个地球来讲，台语的医学界比华语的医学界更较发达。因为台语的医学界迄当阵接受到日本扎入来一寡现代化医学的技术，啊，毋过，原在是台语医学界较发达。啊，为什么即马台湾拢是华语的医学院教出一寡袂晓讲台语的医生？其实特别用这门课来甲因教呢。其实100多当前都有用台语写的医学课本啊。是，所以这个现象啦吼，就是讲咱台语会当讲着。当代志啦吼，头先讲的法院啦吼，病院啦吼，拢希望有全台语的高中、全台语的大学、全台语的研究所，咱使用本土的语言来认识这世间所有的知识，来讲世间的万事万行。是，所以咱豆豆来推测啦吼，因为这条路还阁真长，这个复兴的过程是真正艰苦的吼。是。虽然忝头，但是一定爱做啦吼。其实咱讲推测到这个台语的这部分，你现在是有想要拍的这个部分无？就刷落来这2、3个月，我搁要拍影片，就是，亲像拄则讲的，其实本土语言伊其实会使摕来讲世间任何的知识。我就想要做一支影片，找一个朋友用台语来解今年国中生考高中的数学题。国中生考高中叫做会考嘛，会考内底我就甲伊摕今年2019年的一个题目摕出来，请伊用全台语来解说，讲这个坐标内底啦，一条牵线安怎啦，这个牵线什么 x 的坐标 y 的坐标安怎伫倒位小拄安怎甲算出来。这头一支用台语讲数学，刷落来要用台语讲基因的微团，搁一支来用台语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relativism。我就是要证明，互你看讲，其实世间所有的知识用台语拢会讲的。是安怎咱对这个物件足青分，听到会感觉足稀罕、足奇怪。其实都是因为咱的政府过去这几落十当，毋知是恶意还是含慢，挑工不爱教你用台语去讲这个物件。所以安尼真可惜啦吼。但是因为咱翕影片啦吼，侪人嘛找你来直接，看会当甲你做一下合作无？有倒位人甲你直接着？就是有农委会迄边外包的厂商，要来找我讲，用台语替因来甲因宣传，讲咱今年一寡新的农业政策，亲像讲高丽菜今年开始推杀爱登记，因为咱逐当拢听到高丽菜咧放盘，是安那一直放盘，因为大家无来登记，毋知影大家即马种偌快去啊，种伤快，就产量伤过大，就会放盘去。过来就是有做有机肥料的厂商嘛，讲这个少年家讲台语讲英语袂歹哦，真心实啊，无请你做一个广告。其实所以代志拢毋免找我做的，若是讲咱即马全台湾咧养成咧栽培记者的跩体系、跩学校，因有好好啊考虑到本土的语言，莫讲拢栽培出一寡干那会晓讲华语的记者，其实这代志毋免找我做啊。所以你嘛是有这个即阵来讲啦吼。
即阵大家拢看重你啦吼，即用到你的这个专业啦吼，但是你的意思就是讲，这个物件应该普通化啦，对无？对，就是咱爱好好来想看卖，伫咱的万行头路内底，为什么咱即马栽培每一种人才的学校体系内底，咱拢甲这个栽培的过程，甲伊设计做一款放杀无语的过程。是毋是讲你要甲这个物件读到透，你要读到出头天，你就一定爱甲华语讲了足好的。安尼，你若是安尼设计，就会变做你一定会培养出一规大堆袂晓讲台语的医生，袂晓讲台语的律师，袂晓讲台语的记者。有影。嘿啊，所以这就是你个栽培体系，这个栽培学校本身就是有问题。所以香港是一个真好的例啦吼，用广东话加万项代志啦。嘿啊，咱看香港的新闻最近看遐济，你香港即摆伫香港街头凊彩炸一个高中生，伊拢会使用全部母语、全部本土语言，甲你讲10分钟，讲反送中就是安怎。毋过你伫台北街头炸一个高中生，你这个高中生足大的机会啦，99%的机会，你台北街头炸一个高中生，伊甚至无法度用任何一种本土语言，不管是客话还是台语，甲你讲，伊今仔日早顿是食啥？有影，所以这个香港的例吼，毋若是这个反送中运动的精神，互咱知影。因这个学母语的这个精神，嘛要伫咧啦吼。确实是。啊，为着因应这个香港的这个现主席啊咧运动的这个情绪，你有一条歌要送互伊啦吼。对。嘛是个有声合唱团。嘿，我无确定我有练到这条无，不过这条是我家己足介意啦。我上头先是注意到伊有，互人介绍有台语版的歌词，嘿，啊嘛有英语版的歌词，其实拢唱起来拢足互人感动的。所以咱要请阿华西，咱看伊做这个做诗。啊，即阵做土人，啊，搁做爆米香，大家应该要听过你的歌声啦吼。哪唱无咧？吼，所以咱台湾新港界即阵英雄啦吼，邀请到咱阿华西要来献唱。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OK。好，让我开始哦。是的。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an? It is the music of the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a drum,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and tomorrow comes. Will you join in our crusade? Who will be strong and stand with me? Some will fall and some will live. Will you stand up and take your chance? 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will water the meadows of France.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an? It is the music of the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a drum,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and tomorrow comes. 哇，非常好的歌声吼，祝英台三声都真正毋是咧即个操蛋的吼，即个英语的这部分，头拄仔你的歌声直接真正是展现啦。今日非常感谢阿华西来到咱台湾新港界节目现场，感谢。好，感谢阿斌。多谢。永怀母语是传书，华在语言三声道。今日台湾新港界文化新台湾，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会再会。多谢。